大家來看看嘅啲個案件嘛，嘅啲呢就攞貴照啦，嗰呢就準備結貨轉貨，整個2人裝嘅，2、3人裝嘅咧，看下個堂哥，大家呢啊重新走啊輪本看過咋，慢慢走輪本個左邊青龍嗰咋。等下我慢慢講個新鮮本啲啊，簡簡單單講啲新鮮本睇下噶啦。嘅新鮮嘅金山，嘅些草燒煮嘅，這個金山啦，你忙你去攞我嘅電話啦。你就找下泡芙房咋？右手邊呢泡芙坊呢，泡芙坊就幾皮山呢，熱氣水冇木山就太了右手邊，就看啦。就係金山啦，大家看佢嘅金山，重新話。要走下做要搬看啦㗎，就舊洗蛇。嘅天呢，吃草燒煮，盆菜頂殼，嘅天呢煙絕胡節，走下先用放落本講解本大家睇啦。你買啲刀頭嚟買，風油你買，嘅金山來，都要產啫，一邊要產啫，一邊產啫，中秋你買㗎，中秋你買呢，刀頭嚟買呢，嘅我半年期啲呢嘅就雪山炮，雪山車，青龍坊，啲小船啲青龍坊呢，係企一裝都重頑固嘅。來富嘅吃嘅，嗰啲呢女童呢，要賺呢，帶土上嘅喎，帶牙刀土上嘅，我阿啲皮啊，帶牙刀土上嘅，其實天呢100%煙除胡節，冇嘢啦，工匠發展嘢啦，青龍坊呢嘅皮衫呢，就繁日女童嘅水少咯。係水少咯，喐又扶住下沙健固，日款出撈啲頭啦，成個2、3人裝嘅咧嘅款，前面佢嘅堂空呢，佢啲案呢沉咗案，動地嘅呢船木山就啲嘅分量要重啦，要講解下嘅呢右邊泡芙咗，右邊泡芙係佢二期呢3木隻。水山做咗木山呢一啲要扶油嘅，啱先都講過啦。前面嗰啲太壯重周壯，泡芙邊呢，嘅木山呢，椰汁菇料嘅雜，嘅乾瓜撈鹹瓜嘅椰種陳腐狀，慢慢陳腐狀，你看啦，係跟慢慢看清楚。係嘅，只係買一件㗎。前面嘅都太壯咧，專炒㗎，放大本大家看，你看下片狀，大家冇個睇睇風喎，熱片呢即正件喎，你熱風嘅要波波腍腍片嘅，你看啦，呢片狀冇價路㗎。將我做緊青龍，要就下泡芙餅就問大家看啦。你看那個片狀，而家顧盡幾有錢人炒，幾有錢開片狀炒作，
宜昌泡湖邊嘅品種。嗰邊啲高鐵呢要開嘅條路嘅邊撈啦，其他冇妨礙嘅。唔該啦，顧盡3米街區，大家看看嘅只要安檢嘛。其他啲日子呢係嗌嘅小別，冇辦法講本啲，冇得講我環顧四周啊，照本大家看嘅，冇講冇咁咪講啊。因為眼目前埋先係簡簡單單照呢本大家看呀，大家就冇怪責喎。其實天呢我買咗一副樽拉響嗰度啦，準備呢結盡副樽貨大家分清楚啊，究竟嘅幾天呢要佢重量嘅，其實血身呢飽滿精氣足，其實天呢就人看住裏邊面，盤看呢就扮渣咧，冇動力嘅都亂頭力氣，單得半個老更來。唔乜看嚟隨幾天，我又冇事買先，睇間要看下幾天要買款量嘅，謝謝大家欣賞喎，我又冇事買先噶，要買先就落評論區就評論嚟咧，謝謝大家。今日來到貴州個，睇間呢就看下幾天，人乾住裏邊面。本幹就扮渣了嘛，你懂得幾話呢？你啲嘅天晚嘅結啦，我前面嘅咋？就血草手住嘅金身標頭噶，嘅金身要重射，大家看啦，金身重射，天呢，切落呢地方呢？切落過啦，切落啲啦，水深嘅黑，兩邊防護呢，這邊呢，一陣呢，牙刀啊，帶要土上噶，右邊泡湖邊呢，一片木山，嗰呢。嘅水山嘅落呢，盡木山盡右沙河山，大家看清楚。嘅天呢就冇黑水眼噶啦，啲嘅天車幾多個啦，放大本大家看啦，嘅天呢就幾多幾多啦，唔就走嗰個地聽呢就走下頭嗰邊噶。就泡湖邊咗啦，太水係要水多咗，女堂區嘅水呢就做水做嘢，前面沉入岸啦，大家分清楚嘅沉入岸，看下個沉入岸有幾隻，大家看啦。我半年期嗰啲呢，青龍坊噶啦，青龍沙呢就繁日小象呢，小象嗰邊嘅太上喐又扶咗下沙健固，所以講呢，這一天呢，做埋先落扮渣靚，就明白個道理啦。你冇動細線嘅就慢慢嘅看，跟個幹都冇明白。女堂水，佢做水做嘢，太水呢就要水做做，嗰條皮沙呢就係青龍噶啦，凡一小象呢，要玩人女水要少做太水，要氣量大啦。